美国奥斯卡金像奖24日登场，依照往年纪录，获得最佳影片的电影在票房上会有加分，而如今奥斯卡也成为线上串流平台争抢订户的战场。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Comscore 统计，过去5年获得最佳影片的电影，票房都有10%以上的成长。其中，《月光下的蓝色男孩》（Moonlight） 得奖之后，票房成长达20%。随着时空转变，电影票逐渐转化为线上观看数，而奥斯卡舞台也是网飞、Netflix 与亚马逊、Amazon 等影音串流平台抢镜的战场。Netflix 原创的电影在本届奥斯卡获得15项提名，最佳影片大罗马 Roma 包办了10项。亚马逊计划从2020年开始，每年推出30部电影，最主要的目标是利用原创内容来冲高目前拥有1亿用户的亚马逊顶级会员 Amazon Prime。然而不久之前，这样的手法在好莱坞的电影圈根本难以想象。以 Netflix 为例，2013年推出原创影集《纸牌屋》（House of Cards） 时，就有许多人抱持怀疑态度，认为 Netflix 在这部播放2季的影集上投入过高的费用。据报道，《纸牌屋》制作成本达1亿美元，约新台币31亿1000万元。但是这几年来证明，纸牌屋只不过是牛刀小试，仅仅是 Netflix 下水之前的暖身。在那之后6年，这家公司投入了280亿美元制作电视与电影。如此庞大的投资，对于传统在戏院上映的影业模式来说根本难以回收。但 Netflix 把目标放在冲高订户，就这一点来看，投入的大把银子确实得到了回报。Netflix 过去6年来增加了1亿订户，收入增加115亿美元。BNN 彭博电视 （BNN Bloomberg Television） 报道，专家估计 Netflix 去年花费120亿美元，今年可望成长20%到25%，最多达150亿美元。最近在加拿大多伦多推出的内容制作基地代表这家公司的企图心。随着 Netflix 与亚马逊在原创内容上的投资，苹果公司也加紧脚步，预计在3月25日推出自身的影音串流服务。正当 iPhone 销量趋缓之际，苹果打算利用14亿苹果装置的优势，作为推展影音服务的基本盘。本届奥斯卡入围奖项最多的电影公司迪士尼 Disney 也正紧锣密鼓筹备自身的影音串流服务 Disney+。迪士尼已经将许多重量级大片自 Netflix 下架，打算拿回自己的平台上播，包括漫威 Marvel 与星际大战 Star Wars 系列电影。中央社